大家相信你世間有，今日是間人類有，都係從上帝出來嘅。嗱，一約翰福音1:11按樣人講到，耶穌講：我來我嘅人嚟，但係我嘅人唔會接受我嘅講。嗱，上帝2000年前來了世間，道理下也還有人唔會接受佢。所以一個聖經講出，我來我嘅人唔會接受我嘅講。但係呢個約翰福音1:12按樣人講到，但係攏眾人接受我嘅講，我本嘅就權利做上帝嘅兒子，做上帝嘅子女，就係每人相信耶穌嘅名。嗱，每人相信耶穌基督。接受耶穌基督係一個上帝，係一個救主。上帝本自家就權利，本自家就客做一個子女，就是家做一個子女，做一個兒子。我相信上帝一天照顧自家，保佑自家。自家世間的很多有苦難，有苦衷，有不實，有煩惱，自家做一個兒子。一天叫看顧，一天叫開路乜自家，日後自家離開呢個世間，當然自家嘅靈本嘅帶進天家去，因為到佢自家嘅上帝，佢自家嘅天父，自家做一個子女，自家做一個兒子，當然佢帶進小流進在天堂等去。嗱，這樣自家係相信接受耶穌基督係個上帝，係個救主。阿門。